风声雨声，要保卫，你站在这里干什么？去擦水。在灌浆了。原来他是灌浆的那个老板。很想补充，不能影响舞蹈，很想补充，那是几枪啊？贷款太多，几枪用？贵宾周的时间到了，贵宾周的时间到了。贵宾那个左右边的脚有点不太一样。周队纪念团，贵宾周日时间还有2分钟。那个脚小心一点，饮酒请准高阶仪式。怎么会？原来那个枪是他的拐杖。His mind is focus is a dancer， 好不好？讲英语说，把焦点放在舞蹈，好不好？不要放在那个标兵，标兵的站得不好，那个脚有点问题。因为拉斯拉夫跳舞到球指数飙高啊！来股票的朋友赶快下注！击败这个姑娘要碰拉斯拉夫，掌声鼓励一下，也掌声一下我们的标兵，甩香一下，甩香。生命教育，165打个电话一下。标兵不要看了哈，好，请 focus 在你的舞蹈上。这是一理由。
点歌。距离表定时间还有30秒，交接30秒。口令。试一下的时候，非常高潮。卫兵终于要下场，老朋友，爽不爽？你在？哎，相信不了，马上碰见的是原版的、盗版的，有没有听到我？有了。老常务第2名，谢谢，加油，转，举步错。哎，外面，麻烦有贷款的朋友、有困难的朋友、有经济上的朋友，可以找老师老布啊，好请奖励。再次。